也请你将你旁边的会影响你聚会亲近神的东西都先将它关闭。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用安静的心，用安静的心，这回来敬拜咱的主上帝。咱伫开始以前，咱这回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意爱亲近主你，愿你的灵充满伫阮的心内，帮助阮，互阮有一粒用心灵诚实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阮要来领受，恳求上帝你帮助阮。当阮来到主你面前的时，就学习听候上帝你的灵充满伫阮的心内，互阮会当伫安静的内底领受到更较丰富的智慧的财物。愿上帝你赐福阮，互阮的生命毋但每一摆敬拜你、亲近主你，通得到活命的快乐，嘛帮助阮，互阮会当意向伫主你的道理，意向伫主你的心意的顶面来完成上帝你所意爱阮行的事。当阮搁一摆将你的面带到主你的面前的生命，仰望交托主。愿上帝你搁一摆听阮的祈祷，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感谢主，上帝互咱有奇妙的创造的生命，咱就常常有一粒喜乐甲愿望的心来学乐咱的主上帝，阿门。所以主的话讲，我的心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既然伫我内底，拢着爱学乐伊的圣名。咱的心啊，我的心啊，你着爱学乐耶和华，唔通袂记得伊一切恩惠。所以这个时，我需邀请咱用上好的、美好的创造，就是伫咱的生命中来荣耀咱的主上帝。咱做伙用这首歌来。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细创造了我，以永恒爱来爱我。你使我大声欢呼，你使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塑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塑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我们一起起立，咱这位起立来唱。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你细细创造了我，你永恒爱来爱我。你使我大声欢呼，你使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塑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塑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来。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塑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塑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对我，你对我真好。这时无需要邀请咱，你去找5个人，找咱在座的人吼，甲伊讲，你是上帝上美好的创造，你是上帝上美好的创造。你去找5个人，找所有兄弟姊妹拢无要紧哦吼。咱来找兄弟姊妹，甲伊讲，你是上好的创造。还邀请小朋友，请你去跟弟兄姐妹、跟每一个婆婆阿姨，跟他们说你是最美好的创造。你创造宇宙万物，你创造海洋星宿，
你奇迹创造了我，以永恒爱来爱我。你是我大声欢呼，你是我喜乐跳舞，我要不停来歌颂，奇妙创造主。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来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我是神，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天天来宣告，你创造奇妙，你对我真好。我是神，大声来说，我是神美好的创造，我受造奇妙真美好，喜乐的微笑，勇敢去拥抱，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谁对我们最好？跟神说，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再一次对神说，你对我，你对我，你对我真好。哈利路亚！咱一班我写将咱一切应跟归于咱的主上帝。俄罗斯的人就爱欢喜，俄罗斯的人就爱歌鼓双手，甚至就爱拍开你的心门来俄罗咱的主上帝。这个时邀请咱搁一摆伫主的面头前，甲主讲：主啊，我要俄罗你，我俄罗你的时，我要拍开心门，将我的手压关，将我的心拍开，我们用诚心诚意来俄罗咱的主上帝。咱搁一摆甲主讲：主，我要俄罗你，我俄罗耶和华。我俄勒耶和华，我英雄耶和华，我歌鼓向秋算用。我俄勒耶和华，我英雄耶和华，我精心敬拜因无煞。我俄勒耶和华。我俄勒耶和华，我英雄耶和华，我歌鼓向秋算用。我俄勒耶和华，我英雄耶和华，我精心敬拜因无煞。甲主讲，万军的君，万王的王，万军的君，万王的王，我怕到你里无作证，早在今在，因我的主多多你，看地人中感应呀。耶和华，我俄勒耶和华，我英雄耶和华，我歌鼓向秋算用。我俄勒耶和华，我英雄耶和华，我精心敬拜因无煞。这时，牧师要邀请咱做伙来祈祷，为着咱家己的性命，伫主的面头前，
咱就用诚心诚意的心，甲主讲：主啊，我愿意学乐你，我要高举我的双手，我要拍开我的心门来学乐主上帝，因为上帝是配得咱学乐的上帝。当咱愿意学乐伊的时，当咱的心柔软谦卑伫主的面前的时，上帝就要超越过咱所想象的求祷，上帝拢要甲咱应允。咱做伙开声，做伙来学乐，做伙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学乐你，主，阮要恭敬伫你面前献上阮的恳求，愿你教导阮，圣神来感动阮，帮助阮，常常地唱出学乐的诗歌，用学乐的心，用欢喜的心，用感谢的心来学乐主。因为主上帝，你疼阮，你爱阮来求滚你，你要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能够领受那白白的祝福、丰盛的祝福。我们更需要在神你的面前敞开我们的心意，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用赞美、用尊崇神、尊荣神，将一切荣耀归给主。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是主你所创造，我们更要用赞美的诗歌，用赞美的生命来荣耀神。愿主你听我们的祷告，在你的面前，我们用最好的馨香的活祭，就是用我们的生命来荣耀神。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祷告，阿们。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鼓向求赞咏。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信心敬拜永不衰。万军的君，万王的王，万军的君，万王的王，我乐伫你宝座前，站在今在永远的主宝座里，你尊崇的荣耀。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歌鼓向求赞咏。我乐耶和华，我称颂耶和华，我信心敬拜永不衰。用咱的心声甲主讲，我信心敬永不衰。主啊，我感谢你，当我用诚心诚意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敬拜你的时，主，阮知一切敬拜、一切学乐，拢无要停止，因为伫阮的心底，阮就知，阮的生命是主你所掌管的生命。主啊，阮知，阮会当传扬、报扬你的福音，是何等的美妙，是何等的甘甜。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用一粒喜乐的心，用一粒欢喜的灵来接纳主，互主亲自掌管阮的生命。我们愿意用诚心的灵，在你的面前向主你恳求。愿主你就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来掌管我们的生命。我们晓得我们的生命是主你所创造，我们更晓得我们应当在你的面前尊主为大。主啊，你是我们的神，你要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主你所掌权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一生为主你所用。感谢阿拉主，愿将一切荣光归给主上帝。同心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们。咱个做伙用普仔声，用拍普仔来学乐，因为咱的生命活出主掌管的生命，阿们。那传出福音的教宗，让加以宣扬平安，创造成喜乐的信息，伸张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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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来唱，何等佳美！那传出福音的教宗，传扬佳音，佳音，宣扬平安，传报真喜乐的信息，神掌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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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邀请咱继续伫音乐、伫声音的内底，伫娱乐中间，求上帝帮助咱，将咱的生命交予主，甲主讲：主啊，我的生命要互你来掌管。咱做伙开声来祈祷：主啊，你要掌管我的生命，我要将我的生命交伫你的面前。主啊，恳求上帝你来掌管我的生命，互我的生命会当大声甲主讲：主啊，我的生命若是主你掌管，阮凡行事拢是靠主来活。恳求上帝你手赐阮气力。手赐阮会当活出主掌权的生命，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阮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神掌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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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掌权。传出福音的教宗，传扬佳音，佳音。我们跟主说：宣扬平安，传报真喜乐的信息，神掌权。神掌权，高鼓咱的双手，甲主讲：神掌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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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掌权。主啊，我感谢你。主啊，我们愿意活出主你所掌权的生命。我们没有惧怕，我们唯有单单来到神你的面前，将我们生命一切的拦阻、一切的恐惧交在主你手中。主啊，你要让每一个在你面前大胆、刚强、壮胆的人，重新因为你而得着生命的盼望。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学习交托、仰望神，学习用谦卑、温柔的心来到神你面前，来让神来掌权的生命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主啊，我们求告神，等我求叫你的时，主你要搁一摆来呼召我、帮助我，让我的生命通活出上帝你所荣光的生命，是会当显明上帝你美好形象的生命。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搁一摆呼召我，让阮的生命会当活出上帝你所欢喜、圣洁、贵重的器皿，来荣耀主上帝。主，阮感谢你，阮搁一摆将阮的生命交伫你的手中。愿上帝你听阮的恳求，靠耶稣的名来求，阿门。求上帝帮助咱，互咱会当活出荣光主的生命的呼召。
将家己奉献，才做我者。做主圣洁贵重的器具，自从成阮地地长照关爱我，予我器具来充满叫大归来。咱去一边对头甲主讲，我要用我的生命来奉献，才做活者。家己奉献，才做活者。做主圣洁贵重的器具，自奉成阮贵罪长照关爱我，予我器具来充满叫大归来。歌鼓双手，阿罗你我主，全心全意献给你耶稣，一心一意我出应也配好了，勇敢所采的表来。歌鼓咱的双手，甲主讲。歌鼓双手，阿罗你我主，用咱全心全意的心来献给伊，全意献给你耶稣，一心一意我出应也配好了，勇敢所采的表来查。甲主讲，主啊，我要跟随你。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阮对耶稣，阮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阮对耶稣，甲主讲，大声来讲，阮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对耶稣，对耶稣，听我的主，我爱你，耶稣。歌鼓咱的双手，搁一摆甲主讲，歌鼓双手，阿罗你我主。全心全意献给你耶稣，一心一意我是应也配好了，勇敢所采的表来查，所采表，所采的表来查，勇敢来甲主讲，勇敢。所采的表来查，主啊，我要头前所采的表，是上帝你以爱阮的生命会当行迄个好的道路，是荣光主你的道路，是会当荣光上帝显明上帝你心意的道路。恳求上帝你帮助阮，互阮当阮来亲近你的时，阮就爱敲找什么是下伫上帝你心意的生命。愿上帝你搁一摆来呼召阮，互阮的生命每一摆开嘴学乐的时，开嘴来上赞的时，阮是真实拍对心底。阮唔拿嘴，阮唔拿心意爱，阮嘛要通过阮的行动来见证上帝你听阮的好所行。愿上帝你帮助阮，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真实有行动力的生命，来荣耀神。我们要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主。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恳求，我们在你面前再次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祷告，阿们。你要坐来以前，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愿你的生命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愿你的生命活出荣耀神的生命。请坐。
这是咱用新的界面来告别咱的信仰。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界面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这是咱的吟圣诗，圣诗547首，圣诗547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请咱起立吟全首。求主带我甲你同行，强自好山林里路，互我和你无难通达，一切叫我感恩更好。赞我熬夜听他的话，熬夜感我那旧的心，赞我做起主转较好，全人来心求世好因。我和你甜蜜吞吞，甲你到尾那久那起，三甲做工扫除做好，靠主耶稣坚固信心。希望会光我照灿烂，照我头前的路开阔，求主救赎真心平安，互我忠心为你来活。阿门。请坐。这是咱三甲来启用课文64篇，我来启恁来译。亲爱兄弟姊妹，毋通受欺骗。一切美好的赏赐，甲一切安全的运势，是对天顶光明的源头所赐。伊无改变，嘛无天体转世引起的影。依照家己的旨意，用真理的道来做咱，互咱伫受造的万美中有上重要的地位。亲爱兄弟姊妹，着知，大家人着急要听，毋通急要讲，毋通急要受气。坐声，因为人的受气袂当实现上帝公义的要求，所以着消除一切垃圾的习惯，甲惯满的邪恶。着用温柔的心接纳迄个种伫恁心内，会当救恁的道理。就是行道理，毋通骗家己，讲简单听道理就好。简单听道理，无去实行的人，拄亲像人照镜看家己，实做相反。家己详细看了后，一个离开，随时袂记得家己实做相反。毋过，有诶详细查考，互人得到自由，迄个完全的律法，搁有坚守的人，伊的所做一定会得到上帝赐福，因为伊有实在去实行，毋是听了就袂记得。若有人想讲家己真敬虔，毋过无控制家己的喙齿，是咧欺骗家己。这个人的敬虔有路用，照顾苦难中的孤儿寡妇，佮保守家己无染着世俗的腐败，对被上帝看起来，这才是纯全无缺点的敬虔。这是咱圣歌队要传来做娱乐。
乐，咱是毋是随时心内准备好受主来差遣吼？这是咱来看圣经，圣经在伫马太福音书6章10节，马太福音书6章10节，咱做来看。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咱圣经读到这，今仔牧师要互咱的信息是主祷文的系列，遵行上帝心意的教诲。来，咱要请咱的小朋友吼，嘛来甲咱读一下华语哦吼，华语哦吼，来，站过来，泽恩站过来，来，站好。他都我讲伊要读啊，我即摆看到我爸爸伫遮就袂使啊吼。哎，那个还是婆婆来，婆婆带着他，哎，不是我带吼，爸爸带就没有用了。那边，好不好？太勇敢了，可以吗？老师，我们一起来。哦，他不要麦克风哦。哦。这里，那个，这里，愿你的国家。好大声哦。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阿免。好，咱搁一摆家婆声，家鼓励一下吼。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一起同心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咱这回开声来咱这回来祈祷。全能圣洁的主宰，阮感谢主你听阮的心意，透过耶稣基督显明俾上帝，你听阮的心，因为你丰富的恩典甲怜悯，透过耶稣基督的拯救。也互阮会当甲上帝做和好的关系，也搁一摆互阮会当通过甲主上帝重新建立迄个连结的关系。主耶稣捌讲，若无有借着伊，无有人通记着主上帝你的面。去到主你遐，天父上帝，愿知，阮有真侪时阵，阮的生命只有求家己的利益，却无尊探主你的心意。常常看世间的事，比阮甲主你的关系，领受生命真理更较重要。恳求上帝你赦免阮，赦免阮无知甚至信心的不足，甲无够格的所在。愿阮常常伫基督的中间，经验圣神的感动，互阮的心有充足感动的气力，学习来群对主，用基督的心做心。看别人比家己较敖，一生伫不断学习，挖靠主的生活内底，来挖靠主过着得胜的人生。主啊，阮知阮的生命得着救，顶头生的生命有经验生命，搁我的见证，阮才通好真实经验到上帝你救赎的恩典。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真实的活出学习跟随主的样式。用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比别人能够在你面前更丰盛的祝福的生命。我们相信，我们真实成为神你的儿女。主啊，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引带阮下面的时间，恭敬交托，靠主耶稣的名来求，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咱要继续来看主祷文吼，主导文系列吼。2礼拜前，牧师跟咱分享，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对无？好，今仔日咱要做伙简单牧师过来甲咱复习一下吼。那个，咱顶摆讲起，所以恁着安尼祈祷，阮的天爸，愿你的名受尊崇，也就是咱常常咧讲的和合本。阮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相信咱顶一次牧师跟咱分享3个足重要，上帝的名，愿人尊你的名做圣。什么意思？第一个，咱讲起啥？唔通滥散称上帝的名，对吧？不要妄称上帝的名，嘴内底祈祷啦，但是却安怎？心内底吼，心内底哪里咧漫游了啦？好，现在我讲没多久
当我们要一起祷告的时候，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我现在好想睡觉啊！我伫天的爸啊，困半点钟起来，我继续。敢有安尼祈祷？有啊，我过去我细汉我捌，我终于了解什么叫做唔通妄称上帝的名。就是你嘴咧祈祷，但是你的心魂游向外的意思啦。所以兄弟姊妹，这是第一项2礼拜前牧师跟咱讲，唔通妄称上帝的名。第二个，不可以利用，唔通利用上帝的名。所以意思咧讲，咱的行为甲咱的嘴所讲的，上帝啊，咱的心就要一致啊。你讲主啊，主啊，意思是啥？你知不知？主啊，主要的那位神啊，那一个对象啊，主啊，我是你创造的。你是神圣的，你是伟大的，所以你看过，你有看到一个喺民间宗教信别种信仰的人，因咧对因的神安尼无清清菜菜的吗？有无？有啦，嘛是有啦。但是你有看见有的人做敬虔无？有啊，嘛是有啊。为什么？迄对伊来讲就是迄主要的，他主要的。所以当咱咧讲主啊，耶和华上帝啊，你是救我的上帝，你是医治我的上帝时，咱毋是咧利用上帝呢？我今天上帝搞我医治啊，搞我帮助啊，帮助我了。可是下一次我又怎么样？又继续为非作歹。你的行为跟你所讲的是无同款的。安尼我跟你讲，你就是咧利用上帝的名。甚至咱嘛有讲起，不要亵渎上帝的名。什么是亵渎？你明知影律法是安尼做，袂使安尼做，但是你却偏偏搁要安尼去做。兄弟姊妹，这跟利用、跟亵渎拢是有关系。所以兄弟姊妹，你若想要更较深的了解顶一次牧师咧讲的内容，你会当继续倒去看咱即摆拢有直播的这影片吼，你会当倒去看。今日牧师要特别继续来跟咱探讨一个真重要的问题，叫做咱要安怎样来起造一个遵守上帝心意的教会。咱今日圣经在讲，愿你我直接愿你施行主权呐。这是现代台语汉字版2021年的翻译。那过去咱的和合本叫做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安怎？亲像伫天里。愿你的国降临，到底是什么？上帝国降临是什么意思？恁敢有想过这个问题？上帝国降临是安怎会变做啥款？至少我们第一个想象力是什么？我们所看到的世界好像就像在天堂一样，天上一样。可是我们现在的世界有吗？你看到无？看起来敢若无对无？甚至敢若人的冲突、战争啊，愈来愈多对无？有影呢？上帝的国降临，什么意思？耶稣伊咧讲，上帝国代表的是。上帝旨意会当亲像伫天顶安怎，完全实现伫地面上的环境。我再讲一次，上帝的旨意能够像在天上一样，完完全全的实行在地上的一切环境里面。可是有没有？有无？敢有？看起来敢若无对吧？为什么？为什么？其实我感觉耶稣伊为什么要讲愿人尊，愿你的名成愿啊！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愿你的国降临。愿拢咧讲愿，代表啥？到是真正实现，还未啦。其实耶稣知影，伫人的环境还未。为什么？咱来看2段圣经节，马太福音书第3章第2节，行洗礼约翰伊伫犹太旷野伊捌宣讲讲伊讲恁着悔改。因为天国近啦，愿你的国降临，什么意思？上帝的国是啥？叫做天国嘛，敢不是？我觉得这是天国啊。所以行洗礼约翰伊讲，恁着悔改，因为天国近啦。耶稣嘛有讲马太福音书第4章17节，耶稣伫加利利传道时，耶稣讲，恁着悔改，因为天国近啦。所以咱对这会当知影。当咱要了解主祷文讲，愿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当咱看见要无的时阵，代表
上帝天国也无伫咱中间的时，代表是因为咱安怎无悔改，人无亲像天国伫天灵共款，是充满喜乐、充满愿望，甚至充满着侪咱无法度通想象的好。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兄弟姊妹，当咱要来探讨主祷文，原理的国临到，当咱伫咧祈祷的中间讲，原理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到底上帝的旨意有正无？上帝的心意有伫咱的教会，甚至伫咱的每一个兄弟姊妹的生命中间有实行出来无？所以，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讲吼，愿上帝的旨意伫你的生命中显明出来。若要显明出来，就要安怎？你一定要悔改，你要认罪。你若无看到你家己的错误，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旨意，未通过你来显明出来。安尼有了解无？所以上帝当你咧甲伊讲，上帝旨意伫你的身躯顶面会当显明，代表啥？我常常有真侪时阵，我拄着的人吼，迄哪像迄上帝找天使咧甲我讲话，你有听过有人咧讲无？有啊。所以上帝的心意会通过你伫生活中所拄着的人、所拄着的处境，会互你的生命带来改变。所以你要了解，当你若是一个信靠主、愿意来悔改认罪的人，我拢相信上帝天国的迄个愿望的指上帝的心意，自然伫你的生命中间会显明出来。所以咱来知，咱来问讲，当我悔改认罪啊，军队主啊！上帝旨意敢真正踮伫咱中间有无？有无？无拄拄啊！你悔改认罪，迄是啥？迄是你家己啊！迄你家己本身甲上帝的关系嘛，敢毋是？所以，咱伫教会吼，咱的教会到底要安怎样来看见上帝的心意？咱今日主题讲啥物？今日主题是啥？你拢无看，无咧看周报的。牧师要讲的主题吼，牧师的主题叫啥？把它大声讲出来，讲华语好了，来。他都有讲到哦。什么？遵行上帝心意的教会。要安怎遵探上帝心意的教会？来，遵探上帝心意的教会。内底的信徒，内底的人啊，一定是啥？至少条件叫做爱有认罪悔改嘛，对无？若无认罪悔改的人聚集伫遐会安怎？你敢知会发生什么代志？会足骄傲嘛，对无？会安怎？做坑吼，入去迄间教会，敢若做坑共款，足恐怖的，大家互相猜忌，有没有？所以。伫一个教会，至少组织的人，咱一定爱带人看见伊的生命的问题伫倒落。咱爱通过圣经，通过上帝的话语，甚至通过祈祷，会当互伊去明白到底伊的生命问题出伫倒落。所以兄弟姊妹，搁一摆甲你边的兄弟姊妹讲，我会为你祈祷。咱常常着爱彼此代祷、彼此祈祷的中间。互上帝圣神亲自来对伊讲话，互伊知影伊的问题伫倒落，伊才有法当认罪悔改嘛。所以兄弟姊妹，教会我认为唔简单，是咧传悔改认罪真理啦。我认为唔简单是安尼，因为若简单是安尼吼，你可能有个人听袂落我讲的，就安那自然就离开啊。你有可能听袂落什么人，你可能就离开啊。我认为一间教会的人，伊唔那是会认罪悔改伫主的面头前。注意哦，我讲一摆哦，伊唔那会当伫主的面头前认罪悔改哦，伊佫会知影讲，我伫教会内底，我要安怎来完成上帝的心意啊？了解我的意思无？所以我总感谢上帝，互咱的圣歌队吼，真正上帝拢咧找一寡天使来到伫咱中间咧。去年，阮中心同工咧讨论讲，主啊！到底吼，阮拢老的豆咧闹吼，同工拢无人来啦，来到教会无偌久就佫离开啊啦。阮就开始咧思考，
我讲主啊，帮助阮，互阮会晓去牧养，会晓学习去关怀。所以上帝就安怎开始带领引带，我会记得这个新田老师，就成立来伫咱教会。然后我嘛唔知影是为什么，伊拢啊形容上帝敢若互伊伫亮光，对伊目睭开始，然后互咱看见讲，伊伫咱中间，即马是真做咱的啥？伫带领圣经内底的同工老师，这是上帝呼召。甚至郑宽节伊嘛是一个历史的老师哦，伊对考察有关咱台湾的历史有相当的经验。我感谢上帝。上帝引带人，唔简单来到主的面头前，会当做生命甲上帝认真悔改认罪的机会，嘛要互咱的教会会当传达出什么是好，什么是上帝心意的教会。阿门。所以兄弟姊妹，认罪悔改要创啥？这就是咱教会爱去思考的，这才是上帝美好的心意啊！你有了解无？所以甲你边的兄弟姊妹讲，你会使为主做啥物？你可以为主做什么？你要去想。咱常常会想讲，我一生活到今嘛，活到今嘛，这个岁数我在做什么啦？你敢有咧想这个问题？你咧做什么？啊，你有咧想讲无？现在你的人生要阁会当做什么？你要阁唔敢做什么？你要去想，我曾经想我有想说，要怎么样能够突破我自己还没突破的事情。牧师做我过去我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会当弹琴，一边弹琴一边都带敬拜，这是我的愿望，但是我还未实现。但是我已经看见上帝通过我边的同工，因开始会当建立安尼的环境。我认为这个愿望有一日会当实现，因为我过去当我介意服侍上帝、服侍神，是因为从音乐里面得着感动，所以我相信神要帮助我。我去讲一摆，这些物件拢是对倒位来，自我的形象来的。你想要做什么？你进到教会，你认识这份信仰，认识这位天父，你的形象是什么？当你做一个父母亲，你的形象会不会改变？会不会？会啊！过去你无囝嘛，你讲我要安怎就要安怎嘛，对不？但是我今嘛有囡仔我的形象就不一样了。形象是会因为你当下的反应环境而改变。那我要问各位，咱大桥教会对1994年创立到今嘛，大桥教会伫上帝的国度福音的工作做了什么？这咱爱去思考。大桥教会接续咱要为着主来做什么？有倒一寡代志咱要唔敢去做的？在座每一个大桥教会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已经真久伫大桥教会兄弟姊妹，牧师期待你将你的眼光唔通搁放伫你家己的身上，你要开始拍破，你咧等待人甲你看，等待人甲你牧养，唔通。你要开始主动甲上帝讲：主啊，我会当做什么？求你来装备我，帮助我，我愿意委身来服侍你。兄弟姊妹，牧师来到咱大桥教会进入第7档，我会记得，我会印象，咱大桥教会对过去，我相信有侪人捌进入教会，但是冇人因为关系破裂来离开教会。但是咱来思考到底破裂的原因是伫哪了？咱有去定心去安怎认罪悔改无？咱有定心伫主的面头前讲：主啊，这代志我要唔敢去做，就是看这个人甲伊讲悔失咧，有无？若有，你就爱去主动甲伊讲，真实咧。过去我真正有不足的所在，求你赦免我。你有欢喜会当跟我做伙倒转来教会无？兄弟姊妹，这动作拢有可能会当产生的，拢有可能会发生奇妙的事的，你有相信无？我过去就是安尼，我过去若跟我的朋友有产生冲突的时阵，我袂因为讲反正拄袂到啊啦，那事情遇不到了，反正以后我不会再遇到你了。牧师捌讲过一个见证
我国小的时阵吼，看到一个脑性麻痹的一个查囡仔，我就甲伊起笑，我就甲伊学伊的动作。学了，我讲还无差啦，反正国小6年级我就毕业了，以后不会遇到了。到我去牧会的时阵吼，有一摆有一个姊妹癌症要过往要走啊，我去因兜，我去甲伊带祈祷，我去认捌这个姊妹，我较了解，原来伊有一个查某囝，就是我国小的时阵所学的迄个查囡仔。你会当想象无？这敢毋是上帝咧甲我讲话吗？讲你毋通想讲你拄袂着啊，小拄会着的，甲你边的人讲，小拄会着。所谓讲小拄会着的意思是讲，上帝爱咱疼厝边亲像家己。你毋通想象讲你即马做的，无人看会到，无人知影。上帝爱咱知影，咱也会当做啥物？兄弟姊妹，教会就爱有教会文化较好的形象。教会文化是啥物？如果教会文化只不过是办活动真趣味，因的节目真好耍，我甲你讲，这毋是教会的文化，这只不过是外口面的文化，外口面的团体拢有法度通做到的。我期待教会毋单单是音乐校，毋单单是服侍有热情，教会就爱为着这个热情有活力，为着就是要互人会当安怎感触到、认捌到，恁是因为主上帝会疼，恁是因为有上帝温暖甲祝福，甚至有救赎活命的气力。所以，搁一摆甲你边仔兄弟姊妹边仔人较看者吼，爱互伊一个笑容，甲伊笑一个，给他一个灿烂、有热情、有平安、有祝福的笑容。我告诉你，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所以兄弟姊妹，咱去到百货公司，拄着迄服务的人员，伊可能一工落来拄着几百个人，完全拢无熟悉的，但是伊嘛是爱保持啥笑容呢？奇怪吼，教会人拢无呢。教会人来到教会后礼拜来，佫啥？会使无？会使无？袂使。上帝爱咱看的是咱安怎服务人，所以你看即摆政治的震动选举了，有的人还佫是安怎？关键的少数哦，我们是关键的少数哦，那不是骄傲吗？神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是谦卑，去服务，去帮助人，让人看见我们生命的文化是好的。所以兄弟姊妹。这什么人？这立克胡泽，好，伊出世伫1982年，小我3岁，41岁，伊即马41岁，三个囡仔，伫澳洲的一个作家，伊嘛是一个基督教的布道家。这个立克胡泽，伊出世的时阵，先天的得到这叫做海豹之症啊，就是讲伊这骹手拢是安尼像海豹共款安尼这个海豹之，所以咧，伊细汉时阵就做这个手术。这个手术，伊出世的时阵，护士将伊抱到伊的妈妈的面头前的时阵，伊的妈妈唔敢甲伊抱，甚至想要甲伊拒绝。伫迄当时，伊甲伊的丈夫、伊的爸爸妈妈，伫上帝面头前嘛学习接纳这个囡仔，甚至认为讲这是上帝对伊的囡仔上好的计划。到底是啥物计划？因嘛唔知影。立克胡泽伊有2个真细的骹。但是出世的时阵就黏做伙，所以伫接受手术帮助伊的骹会当做一个分开，会当至少会当摕物件，会当掠物件至少会当帮助伊的生活，佮小可做一个好的帮助。伫细汉的时阵、少年的时阵、读册的时阵，伫学校嘛受到侪学生、同学的霸凌啊。所以伫迄过程的中间，有人甲伊起笑，有人甲伊霸凌。甚至伊嘛因为安尼嘛想要自杀，结果呢，伫迄个过程的中间，因为伊的妈妈甲伊鼓励，17岁的时阵，伊的妈妈用一篇报道，嘛相款是一个查甫囡仔、查甫人，伊嘛是一个残疾的囡仔，伊嘛是伫迄个过程中安那立志来过伊的生活。所以立克胡泽伊嘛开始立定心志，伫19岁的时阵，伊就敲电话互逐间学校。
去推销伊的演讲，19岁，伊被拒绝几摆，53摆，53摆，第53摆才成功啦。最后，伊敢若接到一个5分钟的演讲，但是对迄摆开始了，全世界伊就开始去到全世界开始演讲啊。立克胡泽21岁，伊毕业伫格里菲斯大学，也得到商业的学士的学位。伊主修会计、会计，甲即个财务计划。我要讲什么？我要讲人，你的形象，你即摆你。无论你对信用的看法，你是一天过一天，甚至还是自我放弃的，还是你是一个愿意珍惜每一个时刻，甚至愿意不断的去扩张你的能力，扩张你的知识，包含你对上帝在你生命当中的心意。跟你边兄弟姊妹讲，你的生命要因为神而不一样，你的生命要因为神而不一样。每一次你来到主的面前啊，爱无同款，因为你要有得到嘛，对不？所以你唔通来是空空来，佮空空倒转，你就爱空空来，安怎？巴巴倒转，甚至有喜乐有五忙的倒转去。所以兄弟姊妹，你形象，你的形象是安尼无？是你要过一个自我放弃的生活，还是你珍惜每一个年日？安尼咱来倒并来想，咱做伙佮同款来想教会。教会得爱做一个安于现状的教会，还是我们愿意突破改变的教会？爱安怎？爱突破嘛？啊，要做什么突破？什么突破？啊，无输啊，迄教会恁好啊啦，哦，迄恁较搞啦，哦，恁去做落啊，我会当来参加就好啊啦，你有看到我就好啊啦。甲你边仔兄弟讲，你唔通安尼。教会哪安尼吼，就是安于现状啊。了解无？有咧做工的人来做啦，所以我会记得吼，我会记得即个子安当咧做青少年，做咱教会的行政，即个事务的时阵，伊咧款物件的时阵，伊甲我讲，伊讲牧师，为什么拜倒啊吼，着爱教会干事拜啊？像咱教会兄弟姊妹用了物件吼，那会无法当大家做伙收收的啊？我讲有理呢，有影啊。以往吼，教会就是讲，哎，干事拜拜啊好哈，我来了啊坐了，啊来读了就走啊，然后干事了，佮干哪，佮佮回复。我觉得不是这样。我曾经去过一些教会，他们不是这么做的。他们是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在那当中怎么样，为了当天他要聚会的环境做预备，结束后再把它物归原位。所以兄弟姊妹，咱真做上帝所呼召的百姓，咱无论家己也是每一个人。拢得爱学习。第一项，你爱认捌，咱要安怎知影上帝心意？咱爱知影生命改变的好处是什么啦？如果你若无法懂知影生命改变的好处是什么，你不会想要照着牧师所跟你讲的去改变，去听进去，甚至成为你生命的祝福。甚至呢，你爱去收集，你即摆咧听道理的这些收集啊，收集好方法，怎么样生命蒙恩？蒙受祝福，所以教会要不要分享？教会爱分享吗？要啊，小组里面要分享啊，连门徒训练也是需要分享呢，所以那个上个礼拜我们的新天老师第一次带领门徒训练班的时候有没有时候，如果你照着从头到尾都是自己讲的时候，你可能也感觉安新天老师，你也感觉安你这老师的哪种？在课堂上如果每次好像都是你在讲，你学生都会怎样？应该大部分会睡着，对不对？甚至你也不知道到底他有没有听进去嘛。所以迄个这互动方法爱通过分享，教会要有时常透过祷告。待会牧师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教会在今年要来做这个基督代祷的团队。我们的代祷团队会先从4个月。会先从我们的小会员，也就是从3位长老开始，毛长老、毛冲秀长老、肖秀珍长老，还有赎会长老。我们会将我们每一个人，待会我们每一个人下去，每一个人，我期待你们都拿3张，有3张的代祷卡，你也当伫教会写下来，在小组的时阵开一寡时间，大家写下来。
然后一起把它投进去代祷箱，然后牧师就会开始由牧师刻出来，然后我来先做一个有不公开，我就先把它分开来，公开的我就分开来，然后我们会针对公开的，让小会员一起来为大家做祷告。所以教会一定要祷告，因为耶稣说，如果教会不祷告，就是什么？等一下，什么教会？什么圣殿？贼仔啦，对不？好，是贼仔的教会啦。大家人拢来教会时啊，来偷摕啦，偷摕上帝爱的物件，上帝要互咱的物件，来偷啦，安尼业啊。所以兄弟姊妹来教会是祈祷的所在，来到教会，咱就爱领受迄个祝福。所以兄弟姊妹，我们要时常去收集生命调整的方法。第三个，咱来努力的去传递蒙福生命的见证故事。兄弟姊妹，你的生命有好的方法，会受祝福袂？会无？你若找到迄个趁钱的人吼，熬趁钱的人的方法吼，你会趁钱袂啦？会袂？会啊！你若趁钱，你袂晓趁钱，你就干那要家己囥在你的门窗骹，囥30档、40档，会安怎？会烂去，会歹去。你拢应该有听过这个故事，敢毋是？所以方法爱改变啊，时代的改变，方法的改变，上帝嘛咧，互咱的智慧安怎改变、了解上帝美好的心意。所以兄弟姊妹，无论咱家己也是教会的团体，咱要安怎样改变咱的形象，互咱会当下伫上帝的心意，也就是要互上帝国真实临到伫咱的世间，互咱的教会，互咱所处的环境来明白上帝美好的心意。所以兄弟姊妹，遵行上帝心意的人，需要倒转到伫上帝话语中心来认捌。咱要安怎样顺探圣神的声音来带领咱？等下牧师会带咱做伙来看一段圣经节。咱需要一个愿意顺服圣神的声音，顺服圣神的感动。我们要有敏锐的察觉度了。你有没有感受到圣灵在你生命当中要你说什么，要你做什么？你有没有在祷告里面去体会这个感受？好。因为呢，唯有你有体会这种感受，你就必须要活出生命是进入到一个叫做领受祝福、蒙福的实际生活里面。也就是讲，如果一个人他的生活活不出一个好像蒙福的生命，你觉得他的生命是真的得着福音吗？我再讲一次哦。如果一个信徒、一个基督徒，他信主那么久了，可是他并不觉得他自己是蒙福的，他有丰富的恩典，他有丰富的祝福，你觉得他是得救的人吗？应该看得出来吧？应该不是嘛，对不对？所以你看见有的基督徒，伊明明讲伊洗礼啊，伊就得救啊，但是安怎？伊生命安尼足消极的吼，看起来敢安怎？嘛无啥要面对人吼。我跟你讲哦，这你的生命足大的问题哦。为什么？约翰一书第2章27节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个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很有意思哦，这句话我非常喜欢。伊讲对恁来讲，恁对基督领受的圣神踮伫恁内面，就无需要别人甲恁教是啥物。我阁问恁哦，有的人讲啊，牧师啊，你讲我知影啦，唔免你甲我教是啊啦。这敢是圣神咧讲的这个意思？唔是，因为你伫牧者的面前，你嘛无要听。你的骄傲的心啊啦，了解我的意思无？你对基督领受的圣神踮伫你内底哦，是咧讲你的生命会当知影我要安怎做哦，你会知道该怎么做哦。好，是因为你生命有没有祝福，有没有恩膏？我要问各位，你的生命有恩膏吗？不管听，你有恩膏无？有，感谢主。在你的生命有恩膏，你会发现你所做的就不一样。我非常佩服我们的小玉，
小玉她来到我们教会，她是去年的新春礼拜，好，来到我们教会1年，她现在是做我们的圣歌队的副队长。我记得她本身非常喜爱唱歌，好，可是我知道在唱歌里面，她也在用一颗愿意学习的心在学习。当我们在选举的时候选不出，不知道谁要来当副队长的时候，我们也是在祷告中，在领受恩典当中，他也是蒙受呼召，也感动，愿意能够接下这个工作。他非常顺服。一个会顺服的人，在于他生命里面一定会先有丰富的恩典。一个人的生命，伊若无丰富的领受的平安，丰富的祝福，伊袂想要安怎去服务啊？有的人要去服务，但是安怎，拢安尼高高在上，那不是真正的服务。那种服务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充满的是属世上的骄傲，那不是真正的服事。所以兄弟姊妹，无输期待咱，等咱来到主的面头前，我们要建造的教会，一定要合神心意的教会。上帝国才会当临到伫咱的中间。我非常介意贾博士这是苹果的创始人做有名的。伊捌讲过一句话，他说：“你必须对一个想法、一个问题或改正错误感到热情。若你一开始没有足够的热情，便无法坚持到底。”今天牧师跟各位讲的东西你可能听一听，觉得说好吧，那我来试看看。可是你有没有办法坚持到底，还是在于什么？这句话讲的是什么？重点在哪里？有没有热情啊？今天牧师讲到，有些时候也会让你很不舒服哦。会不会？会，因为会打中你的心。可是当打中你的心的时候，会消灭你的热情，还是让你更加的火热？说好，我愿意来学习看看，这是不一样的。热情很重要。贾博士他不是基督徒，可是我把它拿来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好像有些时候也是这样。爱上帝、爱人的想法，一个想法嘛，对不对？当我们的生命需要调整的问题，有没有啊？有无？有诶。牧师你敢讲，气场咱的心的时阵，问题就来了呢。我们要改变的一个行动，侍奉上帝感到无力的时候，需要改变的，需要改正的，你会不会愿意改变呢？还是说牧师，你去讲你的啦，我要做我的啦，我插你在讲啥？我过去就是安尼做的啦。有没有这种服侍的人？有哦，在很多教会里面，很多教会都有哦。所以兄弟姊妹，如果无法为此感到迫切的渴望改变，足够的热情，我要告诉你，你无法坚持到最后，欣然见主的面。我要坦白告诉你，因为神要我们学习在他的面前更加谦卑、温柔、顺服神的心意。什么是神的心意？不是我们的心意，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成就神所要完成的事情。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我们一起好好传福音。所以兄弟姊妹，遵行上帝心意，就是咱要透过更加多祈祷啦吼。所以咱楼卡有3种的代祷卡。第一种牧师简单来介绍，第一种代祷卡它有分成紧急代祷跟一般代祷。那你都可以去填写不公开，如果你觉得不想要被公开，你就打不公开。那如果是什么是紧急的？紧急，譬如说你得到你的朋友，还是你都要换头咯，你的心内感觉无平安，你觉得对你来讲很紧急，你就勾选紧急。紧急，我们就会立即、马上、当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紧急还有一些方式我们会在往后我们会特定选择一天礼拜天的时候，我们会再来详细说明我们分成一般紧急。不公开，还有我们会寄发祷告信。有的人咱这代祷卡不是干那咱基督徒在用有的你的朋友，你看到伊有问题有困难，但是你会当跟他讲，你讲，Hello， 我的朋友，你有想要人为你祝福祈祷无？
我邀请我教会有一个团体哦，就祷告团体哦，牧师跟团队会来为你祷告。那这个代祷卡你可以写一下，你希不希望收到这个祷告信？我们会寄发一封祷告信给你，或者是当面拿给你。如果你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会拿给你，这是我们为你祷告的内容。还了解我的意思吧？我感觉那封祷告信会留存在你身边，了解我的意思吧？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帮助的哈。还有另外一个，第二个叫教会事工代祷事项。好，我们会有做教会事工，你对教会的建堂啦、教育方面啦，很多方面，我们可以做为教会的事工来做代祷。好，那么我们一样有分成要不要寄发祷告信。好，我为什么要祷告信？有些人他是真的不会祷告，对吧？我今日要邀请你来带领咱今仔日的礼拜的祈祷吼，你可能会带咧等的，有的人会安尼呢，足紧张、足惊吓，所以兄弟姊妹，祷告信很重要。有些时候你需要透过人这个文字啊，我们习惯用听的，对不对？你带我祈祷嘛，我听听，我知影，我知影。但实际上，如果透过文字，会让你更清楚知道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而且这个祷告的内容是你期待的。我觉得圣灵会在那当中帮助牧者，帮助我们的同工，会刚好祷告正合你的心意，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哦。我要告诉你，这些都是圣灵的工作。好，所以第三种就叫祷告应允卡。什么是祷告的应允？我们基督徒很少在。你觉得祷告会不会有用啊？就是有用才需要，就神应允了嘛，对不对？如果祷告不会被应允，那么我们干嘛祷告？所以祷告一定要去求，去印证，印证什么时候神应允了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把那个日期可以写下来哈。我们也可以一样有公开跟不公开。如果可以公开，我们会再透过你的内容会做一些修整，然后刊登在周报里面，都会有可能用这样来进行然后。好，所以呢牧师期待我们一起能够透过更多的祷告，更多的建造在神的国度里面符合神的心意的教会，就是望咱的教会会当地透过祈祷来经验到，无可能变做有可能，对无到有。对死个活的迄种望，我相信上帝拢要帮助咱，互咱感觉无可能的代志拢会发生。安尼我相信，伫你的生命中，才会当看见上帝是个真个我的主。这个时牧师要邀请咱做伙同心来祈祷。主啊，愿阮常常用一粒认真、认罪、悔改的心来到主你的面前，明白阮家己的不足甲软弱。若毋是主上帝你的怜悯甲帮助，阮无法度通借着家己的智慧来赢过这个世间的困难。主啊，阮看见现今的世界充满侪有可能发生的战争的事，甚至拢伫阮的身躯边咧发生的事。当阮的生命受到主你固守甲帮助的时，阮嘛着看见有侪人伫遐咧劳苦。为着因的生命的惊吓，伫遐毋知头前的道路要安怎行。主啊，阮深知，你美好应允的开始是爱阮知影，阮的生命着用欢喜快乐、积极的信心的态度，伫祈祷的中间来认捌敲找主你的心意，毋人讲传天国的福音。上帝，你所要讲的话，你所要做的事，也要通过阮本身的生命。来活出蒙受上帝你所赏赐恩典的信道。主啊，阮知，阮的话语每日对主你，阮相信。当阮有一粒较无的心，阮的心、阮的嘴所讲的话，就更加有敬畏的心来敲找主你。愿上帝你真做阮的帮助，互阮对人有疼心，对主你国度的事、天国的福音。真实会当救人、帮助人来认捌主的事，阮就有火热的心，好胆去做，好胆去做，好胆去引带。愿你大大赏赐气力，互阮每一个参与伫这场礼拜的兄弟姊妹，甲每一个新人朋友，恳求上帝你赐福因，赐福因有对你遐来圣神感动的气力，竞选因真做主你蒙恩的儿女。阮伫你面前也向你献上感谢。
阮也看见妙玲姐妹也会当平安经过手术，也互伊会当继续伫复原恢复的道路中间。阮相信上帝你要陪伴伊的心，有一日来为主你做美好的见证。相信伫开阔伊的心，帮助伫伊的生命中间，上帝你要搁一摆互阮印证，上帝你是真个活的主，你是听人祈祷的上帝。愿上帝你搁一摆听阮恳求，将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心心灵交伫主你的手中，愿一切荣耀归给神。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歌学乐伊，着奉主上帝唱新歌学乐伊，着欢喜出声唱歌学乐伊，请咱起立吟全首。着主上帝唱新歌学乐伊，着唱主上帝唱新歌学乐伊，着唱主上帝唱新歌学乐伊，着欢喜出声唱歌学乐伊。主是大权能，行基础真奥妙，主行大权能，行基础真奥妙，主行大权能，行基础真奥妙，着欢喜出声唱歌学乐伊，着五主跳舞，阿哥大琴做乐，着五主跳舞，阿哥大琴做乐，着五主跳舞，阿哥大琴做乐，着欢喜出声唱歌学乐伊。愿大山海洋出声欢喜学乐，愿大山海洋出声欢喜学乐，愿大山海洋出声欢喜学乐，着欢喜出声唱歌学乐伊。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主要照正义，公平审判世界，主要照公义，公平审判世界，着欢喜出声唱歌学乐伊。请坐，这是咱来奉献。起立。我将所有献予我主，只甘心乐意奉献。我要常常听主歌主，教主三亲高音。
告。我相信万物拢是上帝所创造，伊拥有手术甲收回主权。伫即时，我愿意对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甲敬虔的心，奉献伫你面前。求主通过我逐摆甘心乐意的奉献，操练我的委身，分别我的性命。我相信奉献是财政丰收的种子，我亲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性命。我确信奉献是性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心甲怜悯赐福我，保守你的教会，坚固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请坐。这时是咱公道的时间，请咱做伙开车，但为了咱公道的事项，咱来做祈祷。上帝，阮学了你，阮感谢你，因为你是全能的上帝，你是万有的上帝，你嘛是信实公义的。因为阮的性命是你分一口气，即日的阮成做一个有灵魂的活命。亲像讲，阮的性命所创造是遐尔水，阮感谢你，阮感谢你用慈爱甲怜悯来看顾阮。你讲超找你的，就是找到生命的源头。阮的受创造是出自你，阮嘛时常受即个世代世俗的影响，致使阮有时会陷倒伫罪的落网，致使到阮有时会离开你远远，致使到阮的心硬骄傲受捆绑。阮感谢你将独生圣子耶稣基督做活祭，互阮的生命能得到醒悟。互阮的生命能得到开发，互阮的生命能得到天堂心，得到修剪，得到操练，成做阮生命的营养分，来补助阮、鼓励阮。阮感谢你的恩典，照你的命令来得到修持。阮感谢你，因你讲，既然我靠你的心就欢喜，平安的意念特别放伫阮的心内，即个意念。互阮无惊吓，因为一切咒诅就来拍破。因为主你是有宽平的主，阮今日日看到阮足者来到阮的中间伫楼骹，妙龄节伊经过苦难，大手术来出院，因的信心大大到遐，阮大欢喜来学了你，来感谢你的信息。阮感谢你，阮的兄弟姊妹因为身体软弱。检测无方便来到圣殿，但是因希望你的真理、你的慈爱是无停。阮恳求天父上帝，你怜悯照你的时来加添因信心溃烂，互因嘛来得到安慰。天父上帝，阮最近教会对伫温度的造就，主啊，阮求你帮助因这段时间，因的生命会更较来了解因的生命的救主的。是主耶稣，是主的救赎，互因得到较丰盛的生命。主，我感谢你，因为生命得到天堂生，就愿意委身来跟对主的脚步，以谦卑怜悯，愿意来付出，用耶稣基督的心做心来服侍，成做主耶稣见证的人。因的生命因为主，所以活着真精彩的生命。我嘛因为圣神的感动，互阮堪主你搁较清纯，搁较有甜美的生活。主，阮感谢你，阮感谢你，你时常来照顾阮，因在阮是24小时无停的。主，阮感谢你，愿
愿阮的感谢，愿阮的恳求，你拢有听见，献出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下周的师奉服侍当讲，请咱家己看。咱来看咱教会消息。第一，本周礼拜煞，咱的小组照常请兄弟也是新的朋友，弟姊妹当踊跃来参加。第二，咱门徒训练伫今仔日1楼牧师的办公室，咱继续来进行。伫新春了后，教会会针对着门徒训练会来进行分组。请兄弟咱做为着门徒训练的兄弟来守望代祷，愿上帝话放伫因的性命来受祝福因。嘛欢迎每一位的朋友会当随时会当来参加。这是1点钟的时间，咱嘛会当为着委身的侍奉受洗的落户，伫咱大桥道教会一个很大的依据吼。第三，咱鼓励着咱的兄弟姊妹伫培养读圣经的习惯，有圣经填空题吼。咱伫最后伫2月初3后个月有要来颁发迄个精美的礼物。伫即段时间，咱的迄个交迄个填空题的卷，就是1月27号拜六是最后的交的期间。你若感觉你阁有欠过几啊张未交全，咱会当来黄子安弟兄来索取吼。第四，咱2月25，咱礼拜日要召开2024年吼的定期会议。所以，请咱小组以及牧区的资料，要伫2月11日前交予黄子安弟兄。咱尽量以档案也是文字格式来写吼。第一，做一分工2023年以及2024年。第二，2023年的事工报告，以及2024年的事工计划。第三，会计报告，因为2023年的收支，甲2024年的决算吼，以及2023年咱每一个人会奉献的明细，拢爱做出来吼。下面是咱奉献的明细，咱家己看，咱若感觉有错误，咱会当来咱的会计来更正。咱做来读，咱即礼拜的金句，咱做来读吼。来，咱先用台语来读。恁的确着守我遐的红票金，因为这是我甲恁的中间的证据，到伫恁逐世代，互恁知我就是耶和华，互恁诚信的。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因为这是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为圣的。出埃及记31章13节。请牧师来补充。牧师补充报告，咱1楼的地方的迄个公布栏吼，圣经迄个这个白板吼，圣经在金句吼每一个礼拜吼，我们是每一个礼拜都要更改吼。所以再请我们的小组我们大家留意一下，是每一个礼拜就要更改一次哦所以，请咱的小组伫每一个礼拜，咱当做伙讨论一段圣经在。咱买当做伙伫小组的中间，大家做伙来背啦。
开一寡时间，大家来背看卖吼。我感觉这毋是写字遐，上重要是要鼓舞咱兄弟姊妹，让一起来背诵圣经吼。所以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牧师伫遮个补充报告，就是讲咱伫楼骹吼，咱即摆开始对顶礼拜开始有做这个门徒训练，咱嘛期待当为着新天老师来祈祷为着因的家庭，因为最近因当换头路、换工课环境吼，这是即摆咱的教学的学校有真大的变动。我咱相信咱来求上帝帮助，求上帝甲因开路即个郑宽姐吼，嘛即摆来去到屏东吼，逐日来开车去到屏东吼，了甲转来厝里吼，为着囝哦。所以咱着爱靠着信心，互相伫彼此关怀、带倒的中间，出入有平安啦。出入爱有平安，我相信这是上要紧的福气。嘛，互伊会当得到更较丰富的工作的环境，拢受着祝福。嘛，求上帝帮助因，嘛，求上帝咱继续引带咱伫后礼拜牧师甲担纲要去到伫12少教会来请安募款。12少教会因是下早10点开始，是华语礼拜。因无台语礼拜求上帝咱感动因，通过伫关心咱大桥教会建堂的工课，所以咱着爱更加伫祈祷中间去见证所以毋通甲你边个兄弟讲后礼拜你着爱来毋通讲听着牧师后礼拜无要来牧师无伫咱中间后礼拜讲请假兄弟姊妹，咱爱常常知影，亲像咱头拄仔所讲的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金句汇回去金句你们务要怎么样？守我的安息日。所以咱得让伫主的面前，咱在养成这个好的习惯。咱毋是看人咧敬拜上帝，咱是安怎？咱是守主的安息日。常常来到主的面前，一礼拜上帝互咱有真侪时间来无用你的工课。所以咱毋是对牧师负责任，是咱甲上帝一个要紧的约啦所以请咱会当做伙来做配合。伫遮牧师嘛来报告，咱继续为着妙玲姐甲即个满竹姐等下满竹姐咱会当落楼骹甲伊请安伫遮牧师嘛要介绍一位新朋友陈怡珍姐妹我们拍手欢迎她，欢迎你。那我们第一次来的朋友会后牧师会陪你喝一杯咖啡。免费请你喝一杯咖啡了跟你聊一聊非常欢迎你。我们待会请安，我们互相请安的时候，可以一起来跟这个新朋友，她叫陈怡珍姐妹我们跟她做个问候。那我们教会问候是用拱手啦为了彼此的健康，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礼貌请大家注意一下。那最近呢，其实我们相信国际社会国家拢有真大的变化。牧师嘛期待咱着爱更加伫靠伫祈祷的中间，为国家、为世界、为咱家己本身徛伫台湾这个所在，咱爱为着咱所处的环境祈祷，这是一个做上帝的信徒，也是上帝儿女应该爱有的责任。牧师伫即礼拜听到一个消息，讲乌克兰因为战争的缘故，有真侪人因伫受伤的中间，因拢一礼拜中间过去教会拢是一礼拜去一摆的。但是乌克兰即摆是教会真侪难民的聚集的所在，所以呢，人民伫教会内底咧做啥？伫敬拜、娱乐，但是因所娱乐、所唱歌的内容，拢已经毋是像咱即摆咧欢欢喜喜已经有当时变做是啥？主啊，阮伫当时会当脱离迄个艰苦所以我们要身历其境咱虽然是伫真安全，看起来较安全的环境，但是咱着爱更加谨慎祈祷，为着咱的环境，为着咱的世界，无论以色列甲即个加沙因的即个关系，咱都爱为着咱家己本身，甲咱规个整个台湾的政府，咱爱常常为着这个事来祈祷无分政党。上重要是咱在祈祷中求上帝，互咱有智慧，求神给我们智慧。那我们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行平安礼咱听互咱组织做聚会，咱做伙来念平安，上帝听你欢迎你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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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安，上帝祝福你，平安，平安，欢迎回来，欢迎回来，待会再介绍。平安，平安，平安。平安，欢迎你们回来，欢迎你们回来，欢迎你们回来。
平安平安，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哦，感谢主，上帝听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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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爱你们，上帝爱你们，上帝爱你们。出一做机会来，也互咱出一做机会，也互咱出一做机会。上帝会听，互咱大家听做机会，听互咱出一做机会，听互咱出一做机会吼。啊，咱嘛真欢喜看到李欣跟永丰回来我们当中啊，我们再次拍手欢迎他们。感谢主，让我们他们是从中国那边回到我们这边哈，所以真的很感谢主哈，有这个机会再见面，牧师也很高兴哈，也期待我们无论去到哪里，我们都是带着彼此的祝福哈。这个时候，我们邀请大家，我们咱这回来吟雄吟的诗，颂荣的诗歌，将一切荣耀归给我们的上帝。388首，因根归圣俾上帝。因根归圣俾上帝，因更新也诚心三位一体，在地内，现在地内，将来也永远地内，无穷无尽。阿门，阿门。主啊，阮意爱，阮意爱你的教会会当合伫上帝你的心意。阮感谢你，通过你今日你的话语，搁一摆来帮助阮人物。阮着爱起造一个遵行、遵探主你心意的教会。阮爱起造一个上帝你所欢喜的教会，着用阮本身的生命来回应，用阮的生命来实践来行。愿上帝你成做阮的帮助。愿上帝你阳光通过阮逐人的付出，阮逐人的实践，阮逐人伫你面前的行动，通得主你的欢喜。愿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常常甲咱正大家三甲彼得，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阿免。阿门，阿门。请坐，平倒。